布达拉宫最晚修建的建筑有1933年13世，特登嘉措圆寂以后，在布达拉宫的皇宫西侧修建了13世灵塔殿，藏语里面叫塞东格拉对杰康，是1936年建成的由于灵塔殿外部呢刷成了红色，与红宫连成一体统称为布达拉宫的红宫。然后有人说布达拉宫的红宫是最晚的建筑，不是这样的。第四桑吉雅措修建的红宫时间是在1691年开始修建的。1693年主体建筑修完以后举行了这个隆重的红宫落成典礼，并在布达拉宫的红宫前面建立了一个无字碑为啥无字因为第四桑吉雅措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塞登格拉对杰康红宫修建时间是1933年，他俩修建的时间就相差200-300年。13世特登嘉措在世的晚年，1922年还扩建了布达拉宫白宫的最高顶层东日冈殿，藏语里边叫甘德兰塞，意为兜率天光。它的旁边呢有西日光殿藏语里边叫双兰列秀，意为福系妙选。它是与白宫同时修建的，也就是在1645年。13世特登嘉措还在布达拉宫的脚下修建了藏机印刷厂、学界破障形象局、水利控、藏区司令监狱等一些建筑。以上介绍的只是布达拉宫的各个殿堂它仅仅是一个布达拉宫建筑里边的一小部分。整个布达拉宫的殿堂和僧舍就有几千个它里边还藏着个珍宝就有几万个